你係咪成日去完 salon 整頭都炒車，想咁樣就變成點樣？同想像嘅唔一樣，貨不對版呢。好多客人都會俾好多明星或者網紅嘅相俾我哋睇，俾張相髮型師睇係冇錯，比起用語言係明確好多嘅。但係你要知喎，網絡上9成9嘅相或者片呢，都有打燈啦，都有造型啦，都有 P 嘅。特別好多網上你見到好好睇嘅髮型，其實翻屋企係一定要打理。往往個髮型師整完你覺得好好睇，但係翻屋企洗完頭瞓醒又變咗一嚿嘢好亂咁樣，然後你就會覺得係個髮型師問題。但係其實呢，係你揀咗一個唔適合你嘅時間或者技巧，你呈現唔到嘅髮型。所以我總結咗3個問題，你同髮型師溝通清楚就唔會炒車。第一點，你同個髮型師確保清楚剪幾多長度。第二點，要 confirm 打理個難度或者時間。特別生活喺香港，好多人咧都冇咁多時間去整個頭嘅，往往都係想就咁瞓醒出街就得㗎啦。你呢個時候就要溝通清楚，你願意一日花幾多時間喺個頭，同埋都要佢教你做到一個你覺得簡單又接受到覺得好睇嘅狀態。第三點，生活習慣風格，你要同個髮型師溝通好清楚個髮型或者顏色啱唔啱你平時嘅衣着、髮質、生活習慣、面型，會唔會個髮型或者顏色返唔到工，顯到個人好黃。咁基本上如果溝通好清楚，呢個髮型師個技術各方面又 OK 咧，其實係唔會有問題嘅。咁當然如果你唔知揀邊個髮型師好咧，就可以揾我，就嚟農曆新年啦，幫你 design 一個適合嘅髮型。好，下次見。